国产游戏《还愿》游戏中退隐女明星巩俐芳被人发现长得很漂亮，原来现实当中真有其人，本人还是台大生科系毕业的音乐剧演员，资历14年，外表相当亮眼。男主角杜丰瑜虽然在游戏中没露脸，但也是音乐剧男神陈柏仁，双双在镜头前面曝光，也合体重现游戏中片段。国产游戏《还愿》片段，所以美心人呢。国产游戏《还愿》一开头女主人声音就让人感到毛毛的。在游戏当中，女主人是隐退明星巩俐芳，不少人也发现游戏设定的角色人物很漂亮，其实真有其人。还愿是巩俐芳、陈品玲那个年代的一些 pose， 比较有点古典，摆出和游戏当中的相同的复古姿势，眼神、表情、笑容都很到位。国产游戏《还愿》片段，我真的很怀念我们一家人简简单单的日子。还原游戏台词让人发毛。陈品玲拥有14年音乐剧资历，留着一头长发，眼睛圆亮，台大生科系毕业，随着游戏热卖，也打出知名度。还愿是巩俐芳、陈品玲，没有人会希望一个家庭破碎，俐芳绝对是走投无路，她没有别的选择。还愿虽然是玩家第一人称视角，男主角没有露脸，但整体配音与角色雏形就是音乐剧男神陈柏仁。国产游戏《还愿》片段，你是我，你不记得了吗？重新诠释游戏情境，男女主角更是首度在现实当中合体，还原吵架片段也一起排练即将演出的音乐剧《倾城记》。还愿是杜丰瑜、陈柏仁，故事设定上年夫妻感情不和，父亲的脸、爸爸的脸可能都是被模糊处理，有被损坏掉。清甜歌声成为游戏核心主题曲。女主角杜美心其实本人就是参加过电视歌唱比赛的童星刘芷蓉，今年才10岁。妈妈表示她很喜欢唱歌，也很喜欢舞台，有机会参与游戏制作，相当难得。国产游戏精致还原台湾历史与文化，随着真人陆续曝光，引发关注。